在1936年起的嘉义县鹿草庄浴场，伫日本时代是地方的行政中心。战争结束了后，却变做是鹿草乡公所。1982年改做鹿草乡立图书馆，正做是嘉义县唯一一栋日本式的建筑图书馆。透过这个文书团体，也佮乡公所的拍拼，鹿草庄的浴场也正式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啊。 今日去鹿草乡立图书馆内底，抬头就咱看到厝顶的木造结构，外口边仔面的灰亚砖，佮有亲像狗仔的纹路。这间图书馆以前是地方的行政中心，为1936年起好交单，经过88档的历史，今年4月正式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迄阵，迄个为着要战争准备，古巢砖，伊的角度较侪，啊，迄个离空中看来的反光吼，较袂遮清楚。日本时代叫洞闸，顶悬就写姓名，佮迄个。 迄个起造人的记录，哈啊，伊的洞闸，咱台湾人来讲叫做合法性。鹿草这间藏艺场，伫1980年改做鹿草乡立图书馆，拢是靠乡公所咧维护。地方的文书工作者先向嘉义县提报了后，乡公所配合去申请，顶个月通过做历史建筑，和鹿草藏艺场未来活化甲维护会当得到更较好的提升。一开始是迄个李汉鹏先生，哈，伊提报，因为伊毋是迄个。 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所以将来也当列入列册追踪。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空间其实有助于我们民间单位跟我们公部门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做推动，把这栋建筑物的一个历史价值来做保存，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鹿草的庄艺场。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鹿草藏艺场目前建筑物的状况都保存甲真完整。 公所就表示，虽然摕到文化资产的身份，不过这也是乡立图书馆未来继续推广外头服务在地人，活化这个历史空间，也延续异地地方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